喂，各位同学，欢迎又来到我们的古文基金班了。今天啊，我们要拆解一篇超经典的作品，是边个呢？就是范仲淹寫的千古名作《岳陽樓記》。喺我哋開始之前，不如問大家一條問題先。你試下諗下，如果今次考試衰咗，或者你喺 IG post 完一張自腳好靚嘅相，點知一個 like 都冇，你會點？係咪即刻個心沉一沉，覺得好 down，覺得世界末日咁，想一買喊翻穩？其實啊，我哋好多時嘅心情真係好容易俾呢啲外在嘅嘢影響到，而我哋今日要講嘅呢篇文就係講緊呢樣嘢啦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潛入去睇下。第一部分要講嘅係一個好靚嘅樓，同埋幾個有啲起仔嘅人。陳士基對起有企人呢係點嘅呢？話說啦，范仲淹有一個 friend 叫滕子京，佢哋兩個呢都係所謂嘅遷客，用今日嘅話講，即係被皇帝炒魷魚，變咗去啲鄉下地方做官。不過呢位滕強真係好有道噶，佢去到巴陵郡，只係第2年咋，就已經做到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。哇！意思即係政績超好，百業興旺。咁有錢有時間，未順便將當地個岳陽樓翻新一下咯。搞掂晒之後，佢就諗，不如寫封信，叫我個老友范仲淹幫手寫翻篇文，為飯吃啦。好啦，咁故事背景講完，終於入正題。范仲淹收到個 invitation， 但佢第一時間唔係讚個樓有幾靚，反而佢同我哋玩天氣報告。而家即刻嚟睇第一次天氣報告，一個超級閪仔嘅天氣。好，大家試下想象一下個畫面，出邊落緊90咁，仲要係淫雨霏霏，即係啲毛毛雨可以落早成個月都唔停嗰種。個天黑蒙蒙一片，跟住仲要陰風怒號，啲風吹到鬼殺咁嘈，好恐怖。再望呢個湖，哇，竹浪排空，啲又黃又濁嘅浪直頭衝到上天咁滯。總之，成個 feel 就係打緊10號風橋咁嘅景象啦。OK， 咁喺呢種天氣之下，嗰班同作者一樣被貶慣嘅遷客騷人，佢哋企上岳陽樓望出去，你估會點？咁就出境傷情啦。佢哋一見到咁嘅景，就會係去國懷鄉，即刻諗起自己離鄉別境，好掛住屋企啊。跟住又會憂讒畏譏。成日經啲小人喺皇帝面前督佢筆跡，諗下，最後個心就感極而悲，真係 sad 到爆燈啊！好，氣環一輪，天氣報告第二節，近時要轉個 channel 啦。而家即刻嚟個180度大轉變，陽光普照，心情都練翻晒。哇！呢個景是點解呢？首先係春和景明，即係春天嗰種天氣，又暖又舒服。太陽咁靚，波瀾不驚，嗰隻湖呢，平靜到好似一個鏡咁，完全冇浪。再望遠啲，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，哇！個天同個水都係藍色，連成一片，成個世界就好似變咗 Tiffany Blue 咁，真係超靚啊！好，呢個表就真係好有意思啦。我哋嚟個天氣大比拼。用文學手法嚟講呢個就叫做對比。你哋睇下，陰天嗰陣係陰風怒號，晴天呢就變咗春和景明。湖水呢一邊係逐浪排空，另一邊就係波瀾不驚。跟住睇下啲動物，衰天氣嗰陣得啲虎嘯人啼，好似鬼哭神嚎咁。但係一好天呢，就有沙鷗上吉，景連融入，啲雀仔同魚仔都出晒嚟玩。最得意係連人事都唔同，陰天嗰陣商旅不停，冇人敢出街做生意。晴天呢就漁歌虎急，啲漁夫仲開心到喺度對歌仔添，先為一個天一個地，好大對比呢。咁喺呢個咁 IGable 嘅靚景之下，同一班遷客騷人又會有咩感覺呢？答案就係心曠神怡，重錄皆忘，成個人即刻覺得個心闊咗，精神爽利晒。之前俾人鬧定係俾人讚嘅事，全部都拋諸腦後，唔記得晒。簡單啲講，就係一個字：爽。爽到咩都唔記得晒。好，天氣報告完畢。但係你真係以為范仲淹咁得閒，用咁大篇幅同我哋講天氣咩？講添唔使啦，真正嘅記錄而家先嚟啦。
你識唔識以為范仲淹又用咗咁多墨水，純粹係想同我哋玩真人版嘅天氣之子啊 ？No no no，少年你太年輕啊！頭先揀咁多展文描寫，其實全部都只係一隻蛋，用嚟引出佢真正想講嘅嗰個大道理啊！范仲淹就話，其實呢，這個世界有兩種人，第一種呢，就是我們頭先一路考了千客騷人，他們的心是玻璃心。心情呢，完全跟着天氣同自己的際遇走，一時開心，一時又不開心。但是有另外一種人，他叫他們做古人人，就是古代各種有高尚品德的人。他們的心臟是大心臟，他們的心情呢，是完全不會受外在環境影響，已經超越了個人的得失。所以整篇文章嘅關鍵就係呢度啦。呢班大心臟嘅人，佢哋做到嘅最高境界就係呢8個字：不以物色，不以己悲。用翻我哋而家嘅講法係點呢？就係打機抽到將 SSR 冇會監深度電，咪小心跌爆部手機個網都冇會 set 到上死。佢哋嘅情緒係由自卑去控制，又唔係由外在嘅嘢去控制佢哋。查到嚟到呢，你是唔是以為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已經是最高境界？為算，仲有終極大佬嘅 level 等咗我哋。但古人人其實有特別㗎，佢哋嘅人生好似永遠都喺度憂，只是擔心。點解咁講？你睇，當佢哋居廟堂之高，喺朝廷做大官，有權有勢嗰陣，佢哋就憂佢命，擔心啲平民百姓過得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到佢哋處江行之遠，即係被貶官，冇權冇勢嗰陣呢，佢哋又憂佢盡，擔心個皇帝有冇做錯嘢啊？哇！佢哋嘅人生目標好似就係要揾嘢嚟擔心咁，應佢聽到好奇怪呢。等陣先，跟住呢，升職悠悠，貶官悠悠，無論係進定退都係憂，又跟記佢哋究竟展示先會開心嘅？呢個就係范仲淹幫我哋問出嚟嘅問題，難謝何時而樂耶？嗰個答案就係呢一句流傳千古、擲地有聲嘅絕世名言：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喂，咩叫做天下嘅憂同樂呢？所謂天下之憂，就係指社會動盪、民不聊生嘅時候；而天下之樂呢，就係指政治清明、百姓安居樂業。換句話講，佢哋嘅死女哀樂根本就唔係同自己份工個職位掛鈎，而係同成個國家所有人民嘅福祉綁埋一齊。佢哋嘅開樂係要等到全天下嘅人都開心之後，佢哋先至會覺得開心。呢啲先至係真正正有膊頭、有承擔嘅人。文章處到最後，范仲淹就感嘆咗一句：咦，為斯人乎誰如歸？佢嘅意思其實係，如果呢個世界冇咗呢種先憂後樂嘅人，咁我仲可以跟隨邊個，當邊個係我嘅偶像呢？其實講到位，佢係講緊佢自己都好想成為呢種人，而同時亦都係暗中鼓勵緊佢嘅 friend 滕子京，同佢講：喂，老友，唔好再為自己被貶官而唔開心啦，要學下古人人嗰種胸襟。好啦，聽完范仲淹呢番心地話之後呢，我哋不如將個問題拋翻俾大家。當你下次再因為考試成績、IG 嘅 like 數或者其他外在嘅嘢而影響到你心情嘅時候，不妨停一停，諗一諗，我哋可唔可以學下不以物事，不以自卑呢？甚至乎再行前多一步，學下關心身邊嘅人，關心我哋身處嘅呢個社會。好，今日嘅古文基經吧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